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19号，这一期咱们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啊，現在網上有很多關於萬科的傳言啊，真真假假。我看一個叫財經豪哥掘金的一個財經博主啊，他說今年3季度的時候中金公司就受命進入萬科進行評估，評估結果就是資不抵債，且存在龐大表外負債。中金公司11月底向最高層提交了最終報告，北京才緊急喊停深鐵對萬科的輸血。前幾天這事兒被彭博社捅了出來。那現在這個萬科呢，這個公開債務它要延期，現在不在博弈嗎？還差最後2天，所以現在是債權人逼深圳地鐵出手，讓深圳地鐵來徵信，對吧？如果深圳地鐵不出手，萬科就得實質性違約。實質性違約的結果，那恐怕大家都知道實際上深圳地鐵也是坐在這條船上，萬科這條船上，這個船如果沉了，深圳地鐵也不好受它應該是損失最大。前後在萬科身上花了要上千億怎麼回來？如此慘重的損失，當初做出救援萬科的決策者恐怕都要負責任。根據這個財經博主的說法那這一次境外債，對吧？境內債的債權人為什麼這麼強硬呢？我在以前節目也說了我說這個萬科拋出一個展期方案，債權人應該是同意的，因為死馬當作活馬醫你現在就清算，你啥也得不到，你還不如走一步看一步。所以你看融創、碧桂園債務延期，你只要稍微表現出一點誠信出來，對吧？稍微表現出一種就大股東和債權人同甘共苦、共進退，那債權人他就放心了，也就認了。那為什麼這一次，對吧？這個萬科的債主這麼強硬，就是不同意呢？跟這個恆大、碧桂園和融創不一樣，因為萬科是個三好學生，你說它是國資，那它確實也是國資；你說它是市場化的，它也是市場化的。所以萬科跟那個融創、碧桂園他們不一樣，萬科有大量的銀行資金、社保資金、保險資金。大家還記得前2年萬科一出事，對吧？就有傳言萬科的管理層在北京拜訪那些保險公司，新華保險還出來闢謠說跟我們沒關係。為什麼呢？為什麼這麼緊張？就是恰恰說明萬科很重要，連這些保險公司都跳出來害怕，對吧？濺一身泥萬科到時候真是黃了這個事很大。那原來是你這家保險公司抽貸是嗎？他要擔責任，害怕擔責任的，所以趕緊出來闢謠。這從另外一個側面就說明萬科的事，因為萬科涉及到很多銀行和保險資金，萬科有體外循環，你知道吧？它那表外負債那是個就是冰山它都在水下，你也不知道有多少。那所以債權人就賭什麼呢？賭恆大、融創你不救，萬科你必須救，就賭這個。所以債權人態度很強硬，就是要還錢，不還錢就違約，一違約你這就連環暴雷，很有可能就系統性金融風險，火會燒到這個保險和銀行，因為這個萬科和保險勾連的比較深。但是上面已經決心了對吧？這個叫市場化、法治化，該怎麼辦怎麼辦。實際上通過萬科這個在資本市場的這個走勢也能發現大家是拿腳投票的，等着市場化、法治化吧。昨天節目我也說了，萬科即便能找出徵信，讓這個第一批債權人滿意，那後面的債權人你還有什麼徵信呢？還有什麼資產可以抵押讓人滿意？遲早是要爆的，對吧？遲早是要違約的，不如早一點破產重整。這裡要說一說萬科的這個創始人王石，最近這個一個叫段永平的採訪王石跟他媳婦的吧，這個視頻火了，我看網上好多人聊這個事這總體上就是說王石這個人落寞了，英雄遲暮就這意思。30年前在王石面前，段永平還是個小趴菜，就這意思現在呢，段永平又瀟灑又年輕，天天給人上課，心靈雞湯，當大師打高爾夫。而這個王石呢，還在創業，天天上班。當這個段永平聽說王石每天還要上班的時候，70多歲段永平都愣住了，說你還沒退休是嗎？你這個年紀上班，那一定是爱好这個行業。王石苦笑有媒體報道說王石在一次不對外的小範圍交流裡，親口承認退休後，就是他從萬科出來之後，這7、8年裡面搞了3個創業項目，全軍覆沒。也就是你看他頂着萬科這個前董事長的光環，各種企業家的光環，他去創業，3次創業全失敗，全軍覆沒。一個是叫生態農業黃了死在資金鏈斷裂。第2個搞了個零碳建築，團隊散夥了。第3個是文化 IP， 說敗給市場。每一個創業看上去好像都趕上了風口，
聽起來都很正確，但現實啊是一輪又一輪的失敗。然後這個王石堅定的、很平靜的啊說啊，只要我還能動，就再試一次。這個媒體寫的很煽情啊，說這個現場很安靜，大家記住的不是失敗的項目，而是那双布滿老年斑的手。這双手啊還在半空中反复比劃，像是在給一個沒人再願意下注的未來畫出草圖啊。所以大家看到了王石啊做直播带貨，对吧？賣什麼燕窩，給什麼汽車代言，賣新能源汽車，什麼事都幹。這個就叫，實際上叫此一時彼一時。相比較他那個時代的人啊，他現在還能坐在這兒享受天倫之樂，實際上就已經很成功了。畢竟有很多人，對吧？要麼是亡命天涯，要麼是在登縫紉機。他能現在啊安全着地。當然了，这個是不是安全着地呢？至少目前是，对吧？未来還有沒有事咱不知道啊。畢竟傳言他已經被邊控了，對吧？不能想出國就出國啊。什麼意思呢？也就是啊，過去那個時代你是企業家，你享受了时代的紅利，你抓住了機會，成功了。但是這一套放到現在不一定行，對吧？不要把那個時代的風口、平台的能力、時代的紅利當做個人能力，對吧？即便是王石在當下去創業，他有人脈、有資源、有資金，對吧？有各種這個閱歷，一樣的會失敗，對吧？因為這個時代已經不是他的時代了，他以前那些搞法，現在這個時代行不通。這就是一個人啊，如何正確的認識自己，哪些是你的能力，哪些是你正好機會好趕上那個時代。就像很多人啊，比如在華為、在阿里上班，一個月拿幾萬，一年拿幾百萬，對吧？他就以為是自己的能力，過高的估計自己，實際上一旦離開那個平台，他啥也不是，就是這個道理啊。以前啊，有人是靠着紅利起飛，但是接下來他們中有不少人呢，要靠自己的能力來着陸，看看是臉朝下還是屁股朝下，对吧？屁股朝下那還好一點，臉朝下那就完了，对吧？这些首富啊，許老闆、王老闆，這些老闆都是臉朝下着陸，對吧？王石呢，那恐怕還在半空中啊，還在着陸過程中。今天啊，一個最大的新聞就是海南風光。海南風光跟房地產有啥關係呢？我看今天很多媒體報道啊，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啊，說這個有山東客戶在三亞買了上百套房，三亞新房成交均價3.1萬每平方米。有山東客戶在三亞掃獲上百套房。今年以來，海南樓市擺脫此前平淡態勢，呈現跑贏全國行情。海南省統計局顯示啊，1到10月全省新建商品房銷售1279億元，同比增長17.4%，銷售面積775萬平方米，同比增長8%，成交均價1.6萬每平米，同比上漲8.7%，每平米較去年提升1323元。而在海南眾多城市中，三亞的頂流地位依舊無可撼動。1到10月，三亞經濟圈銷售額達到742億元，同比飆升48%，增速領跑全省4大經濟圈。三亞新房銷售額同比增長56%，成交均價達到31467元每平米，同比上漲超過30%。大華集團海南區一位人士向美經記者透露，因看好項目產品以及海南發展潛力，有來自山東的客戶購買了大華錦繡海岸項目上百套小戶型商辦產品。這是商品房啊。中國房地產報報道啊，說海南自貿港風光時刻，一央企2天斥資50億元連拿2宅地。2025年，海口、三亞兩地土地使用權掛牌出讓，均緊扣自貿港建設定位。海口強化省會綜合功能，三亞聚焦國際旅遊與特色產業，通過差異化供地策略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我想起了上個世紀90年代初啊，海南大開發，有人在海南賺了第一桶金。你比如說那個現在已經跑到美國的那個潘石屹，好像他們就在海南賺了第一桶金吧。後來海南的房地產暴雷，海南的這個爛尾樓啊，好像前幾年都還沒解決完，現在借着這個海南風光又開始炒起房子了。30年前的那一幕會不會重演，誰也說不好。有句話說得好，有了這個梧桐樹啊，不怕沒有金鳳凰。你現在梧桐樹
再好了，到時候還真怕有没有金鳳凰来啊。如果引来了金鳳凰，那你这個房價漲，對吧？那還說得過去，因為房價跟收入匹配嘛，跟收入掛鈎啊。如果招不來金鳳凰，你房價漲，那不是空中樓閣嗎？那得再摔一回。時代財經說啊，三亞新房均價超3萬元一平。12月18日，海南自貿港正式啟動風光運作，制度紅利下，海南房產的資產價值與吸引力進一步提升，樓市購買力加速回歸。現在是近2-3年最有盼頭的時候。1到10月，三亞新建商品房成交均價為31467元每平米，同比去年2字頭上漲超30%，為海南樓市的頂流。也不用等太長時間啊，明年這個時候就能看到成果，就能看到成績單啊，到底怎麼樣。關於樓市啊，我們看看這個高盛是怎麼說的。如果每賣100塊錢，要拿其中的20塊錢去還利息，這個生意怎麼樣？這個就是高盛啊，他對目前中國民營房企的一個現狀的一個描述。昨天啊，高盛發布了中國房地產2026年展望報告。這個高盛啊，通過這個報告啊，揭示了2個正在加劇的系統性風險，一個是開發商流動性危機的量化證據，以及規模高達6萬億至17萬億的高風險抵押貸款的測算邏輯。高盛這個報告的核心判斷是，2026年到2027年，中國1級房地產市場建設活動將持續疲弱，2級市场供需失衡的調整時間顯著延長，房價企穩的時間被推遲。在這個整個過程中，2個新的不確定性正在浮現。第一個就是開發商的流動性壓力，看具體數字，民營開發商的利息支出佔合約銷售的比例已經從此前的4%到5%飆升至接近20%，也就是你每賣100塊錢要拿20塊錢去還利息。這是什麼概念？意味着每賣出100塊錢的房子，就有20塊錢用來支付利息。更嚴峻的是，民營開發商的利息支出仍然佔全行業總額的70%。報告同時指出啊，全行業核心盈利經營利潤利息覆蓋率已降至1.5倍，对於民營開發商這個指標已經進入負值區間。換句話說啊，經營現金流已經無法覆蓋利息支出，那不就是暴雷嗎？報告特別分析了28家高流動性壓力的上市開發商，這些企業的資產周轉率從此前的約40%暴跌至2024年的8%，短債比從30%到40%飆升至70%。儘管白名單貸款批准規模已經達到了7萬億，但實際放款進展緩慢，開發商的貸款餘額停滯不前。債務重組方面，截至今年10月，19家開發商完成了總計1.2萬億債務重組，但這個規模僅佔他們2024年末未償債務餘額的1/4到1/3，佔全行業的7%。高盛的報告認為啊，在房價持續下行、銷售持續萎縮的背景下，單純的展期措施難以從根本上改善現金流狀況。這個還要用高盛說嗎？我3年前就說了，對吧？這種展期啊，那只是把雷往後延呢，只是延遲了爆炸而已，該炸還要炸。只要你賣不動房子，只要韭菜不買房，對吧？你往後延2年，那得2年後炸；往後延3年，那3年後炸。高盛的報告說啊，说萬科啊尋求債券展期的事件，標誌着連混合所有制的大型開發商也開始面臨顯著壓力。它第2個不確定性是抵押貸款風險報告採用這個現金分析法進行了測算基準呢。這個基準的現金假設房價從當前水平再下跌10%到15%，也就是比2021年峰值累計下跌40%。在這種情況下，約6萬億人民幣的抵押貸款和經營性貸款，其貸款價值比將觸及80%的安全閾值。假設房價從當前水平再下跌30%，也就是較峰值啊累計就是離最高點呢，到現在下跌了50%，這是假設啊。那麼規模將擴大至17萬億。這個測算考慮了不同年份發放的抵押貸款具有不同的初始貸款價值、不同的還款
進度，以及面臨不同幅度的房價累计跌幅。需要明確的背景數據是，截至今年第3季度，中國個人住房貸款和長期經營性貸款餘額合計51萬億，佔家庭貸款總餘額的52%，這個相當於銀行業總資產的約30%。報告特別強調負反饋循環的風險，房價下跌導致抵押貸款資產質量惡化，銀行抓緊信貸條件，購房需求進一步萎縮，房價持續下跌，更多抵押貸款陷入大量放貸的貸款價值比被動升值危險的高危狀態。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個叫恐怖螺旋呢，就是你銀行害怕壞賬，他就不敢再去貸款，不敢貸款，那你就更少的人去買房，更少的人买房，房價就更跌，房價更跌呢，银行抵押物不就是房子嗎？更贬值，更贬值的話呢，就是貸款这個價值比啊，那就係數是不是越來越大呀？100萬的貸款，你這房子價值只有30萬了，那你是怎麼辦？歷史數據顯示，抵押貸款增速與房地產銷售資金存在高度相關性。從家庭部門看，中國家庭債務償付率預計在2025年到2027年將維持在15%以上，這個水平高於美國房地產週期峰值的16%以及日本的12%。報告認為啊，在行業這個出清的初期階段啊，相對受益的是國有開發商。數據顯示，國有開發商的利息支出佔合約銷售比例維持在10%，明顯低於民營開發商的20%。一線和核心2線城市具有優質土地儲備的國有開發商生存能力更強。報告預計，一線和2線城市的土地銷售和新開工面積將在2026年到2027年企穩在2.3億平米。對銀行業而言啊，資產質量壓力正在加劇，在基準情境下，約有6萬億元的貸款可能突破80%的警戒線，就是它那個貸款價值比啊。它這個高盛的報告什麼意思呢？也就是隨着房價的下跌，會導致這個系統性金融風險啊，就有這個趨勢。這個高盛啊，通過對開發商財務數據的細緻拆解，以及對抵押貸款風險的這種測算啊，系統性的揭示了中國房地產行業正在經歷的風險傳導的過程，怎麼樣從房子傳導到銀行。民營開發商的利息負擔已接近銷售的20%，主營利潤利息覆蓋率降至1.5倍，這對房地產市場企穩以及金融系統的穩定性構成雙重挑戰。這個高盛的觀點也是經常變化的啊。我記得以前他說 L 型復甦，現在也不提了。不過他這次這個報告說的，我覺得還是比較靠譜的啊。也就是我們要進入一個加速螺旋，也叫恐怖螺旋，你越往後速度越快。所以我說2026年是一個加速下跌的過程。它這個表現為什麼呢？表現為連僅有的一點剛需購房的都沒了。它因為大家都要觀望啊，所以我在節目裡面我也說過啊，就是有關部門它應該出来辟謠，對吧？現在比如說外媒還是小作文，網上都在傳，對吧？要貼息，那你這個時候政府就應該出來辟謠，到底貼還是不貼，怎麼貼，對吧？要給個方向。那現在剛需房我就等，如果我要買房的話，我就是等，因為你有可能貼息啊。我現在買了，你倒是不貼息，我不傻嗎？对吧？我等到明年再說，明年2月份，2月份還沒有貼息，但是網上還在傳呢，要貼息，那行，我再等2月，我非要等到你貼為止，對吧？如果你沉默不語啊，那我只能等啊，因為大家都知道，萬一我買了你貼，你前面買過的你不貼，那我不虧了嗎？所以說像這些東西，他會這個經濟學家馬關遠，對吧？還有那個孟小蘇，他老說這個就是悲觀預期，悲觀預期影響了大家，影響了房地產的走勢。實際上這種預期才更影響，這叫政策預期，這不叫悲觀預期，對吧？我認為這種預期比那個悲觀預期影響更大，因為既然有人悲觀，那就有人樂觀，對吧？那房吹不都是挺樂觀的嗎？房價還創新高呢，照樣有人樂觀，對不對？你這種預期它很容易達成一致，就是說大家相信啊，政府一定會救的，一定會貼息，那我就等啊。所以這個時候你政府就應該出來，對吧？告訴大家，對吧？要貼那就都貼，不管你是2024年買的房還是2026年買房都貼，那人家就不至於，对吧？等。實際上啊，我認為啊，這個貼息挺難決定的，這個球踢到了更高層面。什麼意思呢？房地產這個主管部門是住建部，這個大家都知道，然後各個地方政府貼息這玩意兒需要大頭出錢，那這個是歸財政部，他倆人都不是一個部門，
你從財政部角度來看，和你房地產要救是嗎？那我這要救的多了，對不對？哪個行業不要救啊？新能源汽車這也還要貼，對吧？不貼，明年新能源汽車它也賣不動。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啊？对吧？教育行業要不要貼啊？還得貼，对吧？各行各業都要貼啊。那邊養老保險，對吧？那個這個農村的，對吧？城鄉居民保險140多塊錢一個月，你要不要貼啊？還有人希望，對吧？把這個多貼點給農民，就是哪個地方不需要貼錢？在住建部門這兒看來，他這是他的這個頭等大事，对吧？天塌了。对財政部門來說，那這我哪個行業都要貼錢，都伸手跟他要錢，是吧？這個一說大家就明白了。那就現在是跟上面的人來決定，對吧？你到底這反正僧多粥少，对吧？狼多肉少，就這點錢，你說往哪兒整吧？我在以前節目說過了，對吧？你是貼30年還是貼3年？你要貼3年，那效果不明顯啊，那大家不買，對吧？你要貼30年，那恐怕動心的人稍微多一點，但那也多不了多少。你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啊，就是我什麼时候買都貼息，我26年買貼息，27年買你還貼息，那我27年再買嘛，有什麼關係呢？对吧？这個就是消費者他就形成一個還是等的預期，27年那個政策會更好，反正貼息也沒取消，對不對？所以說啊，這些專家呀，我覺得都是拍腦門，搞的這政策既花錢，其實也沒什麼用。所以我一直建議啊，你貼息你就貼那個剛需房的，就一套房的，你現在還有貸款，對吧？你以前買了，以前貸的就算了，但是你貸款還沒還完，以前還的就算了，你現在還沒還完的都貼息，只要是一套房，名下沒有其他的房，對吧？給這些人減個負。那些3套房、4套房的，你貼息幹什麼呢？剛才那個山東老板跑到三亞買了100套房，你給他貼息幹什麼呢？你看啊，這個網上流傳啊，這是不知道真假啊。2025年12月17號的是關於育兒補貼未發放的原因，各村接平度市，就是山東啊，平度市衛健局通知，因地方財政困難，平度目前育兒補貼均未發放，發放時間暫時未確定，待資金到位後第一時間予以發放。育兒補貼資金當年未發放，不影響第2年生齡，會結轉下一年繼續發放，請耐心等待。什麼意思啊？地方政府窮到這地步了，都沒錢。你說好的育兒補貼，怎麼生2胎3胎給補貼啊？這錢都對付不了。你說財政部那點錢往哪兒放啊？是吧？火燒眉毛的地方多了去了，也不是房地產一塊。這個瀋陽晚報報道啊，說瀋陽發放1000萬元購房補貼，瀋陽人注意，購房補貼來了，共發放1000萬元。12月20號到12月31號，2025年瀋陽冬季購房活動將舉行，總金額1000萬元購房補貼，這個是個心意啊，反正1000萬這個購房補貼。最後我們再看看啊，這個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啊，他說北京二手房市場現保價聯盟，首住一居室330萬元，北京二手房市場現保價聯盟，但有房源275萬元成交。這個咱們介紹過，對吧？是北京那個上地那邊啊，有一個回遷房叫六郎莊啊，流浪家園項目，那些人啊要聯盟，要聯合起来，這個不降價，租金也不降，這個售價也不降，要確保那個他們最低的那個叫一居室啊，46平方米的不低於330萬。結果啊，我看那個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啊，現在啊最低賣275萬，有人在賣，也就是你這個所謂的保價聯盟，那簡直是可笑的，螳臂擋車啊！如果房子是緊俏商品，供不应求，那你這個时候保價可以形成壟斷，对吧？因為房子少啊，你現在房子是多，滿大街都是，房子根本就賣不掉，到處都是過剩，你還在這保價，你不賣別人賣，你這小區不賣別的小區賣，對吧？你這個地區保價，那旁邊地區人不保價，買家有限，對吧？現在是買方市場，不是賣方市場，賣方市場你可以聯合保價，買方市場你保價有什麼用啊？所以這叫螳臂擋車啊，鬧笑話。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